正氣、好理性咁樣去表達唔同嘅意見。下一位呢係吳嘉善女士。係，大家好，我係由一群網民自發起嘅組織鍵盤戰線嘅代表。呢幅圖呢，就代表住我哋成堆鍵盤戰線嘅心聲啦。是咁的，本人代表鍵盤戰線對知識產權署署長張錦輝先生講聲 Hi Auntie。呢位嗨嗨嘅處長曾經舉例話過原創都可以好有成就，佢舉嘅例子竟然係史力加。大佬究竟佢有冇睇過史力加？史力加正正係惡搞，顛覆咗好多而家嘅童話嘅二次創作。一個完全唔理解創作嘅人，佢係咪放低你展示嘅嘢嚇？佢咁嗨嗨咁冇腦，係咪可以咁公平咁公正咁樣處理呢個版權修訂呢？事實上，惡搞係二次創作嚟㗎，而二次創作係創作嘅一類，同樣係創作。點解二次創作就要構成侵權？大部分惡搞都係冇賺錢㗎，又或者同原作品處於係唔同嘅立場，絕對談唔上侵害到原作品嘅權利。惡搞又係二次創作，只係將佢嗰一種嘅事物賦予新嘅意義，而唔係純粹抄襲其他嘅作品。而家好多國際知名嘅創作品其實都係二次創作，就好似頭先嘅史力加為例，而唔係好似張錦輝先生講嘅原作品。咁樣，佢而家二次創作嘅作品唔少已經脫離咗原作品產生嘅效應。咁原作品嘅版權持有人，佢係咪真係可以去控告佢去侵犯佢嘅版權呢？而事實上，除咗有交意見書嘅市民同埋坐喺度發言嘅咁多位之外，仲有好多人對呢一次嘅修訂極為不滿。喺短短嘅3日入面，已經有460位網民呢同我哋一齊聯署，就支持我哋呢份意見書，要求政府即時撤回呢一個修訂嘅。咁好啦，而家就翻呢個修訂嘅細節，其他草案講翻啦。究竟乜 Q 嘢叫做達到損害版權擁有人權利嘅程度啊？你呢一個版權修訂入面嘅定義根本就含糊不清，叫執法者如何去執法啊？而且呢個所謂咩達到損害版權擁有人權利嘅程度，應該係嗰個版權擁有者自己去判斷，而唔係由執法者去判斷。執法者如何去判斷呢？唔單止係含糊不清，事實上用刑事罪行本來呢根本就冇必要嘅。過去有唔少嘅領域，其實有啲版權持有人都好明白二次創作同埋原創作去共生互利嘅道理啦。咁唔會提出呢啲版權嗰啲侵權起訴㗎，好似話日本嗰啲漫畫同同人誌咁樣樣。二次創作其實唔單止對版權持有者冇任何金錢或者名譽上嘅傷害，更加為原創作賦予佢嘅新嘅意義，大家互惠互利嘅。而另外仲有嘅係，你哋今次設立埋呢一個嘅安全港，根本就係完全忽視咗網民嘅私隱。喺修訂案入面第 88C 同埋 88D 列明，異議通知除咗要記下你哋嘅真實姓名、電話、地址，仲要由服務提供者將佢交為嗰個投訴人，否則異議就無效。即是話投訴人只需要有心控告你嘅話，普通網民嘅私隱都好容易可以俾人去侵害到，即係普通網民係要陷入呢個言論自由同埋個人私隱嘅兩難。咁所以本組織而家強烈要求政府要即時撤回呢一個嘅版權修訂方案，整條修訂根本就冇需要，而且扼殺我哋嘅創作。張錦輝 Hi Auntie So Blog User 張錦輝多。